都说夜已深，不要再操练了。诺。今日各位将军在此，刘某不妨以诚相告，为壮大我军士气，编织出独眼杀手这样的传说，正是刘某所为。袁绍大人也极为赞同，故此刘某便将此传说广布各营，以强军心。哦，原来一切皆是刘将军的计策呀！末将佩服，佩服，佩服，佩服。换而言之，我才是那个真正的独眼杀手。哈哈哈哈！敬刘将军，敬杀许灵的英雄，敬刘英雄，敬英雄，敬英雄，来酒，干干干了！来干！再喝一杯，来，请。告诉你们，不要再！是只驸马。擅闯大营者死！果然是毒液，你是第30个。许林是你杀的，你就是传闻中可匹敌鬼神的。